要去找一个弯道，然后伊迄日是拄要来解释诗篇23篇，所以伊这个歌词是用诗篇23篇，因为伊底下咧跟那些会友底下咧改变得解经的时候，结束了以后，遐个会友唔帮伊煞，所以的佮继续去伊。因为伊是去外地，所以就一个朋友的所在住，所以就去迄个朋友的所在，去遐甲伊去研讨这一首诗篇23篇。结果他那个时候深受感动，伊感觉讲，互上帝引出来的人，真正是有真大的福气，吼所以伊真感动，所以他们底下搁在安尼咧研讨完了以后，他就把他的那一个晚上的心得就写了这个歌词出来，回到家里就拿给了他太太，然后他也就不把这一件事情放在心里了。可是隔了3年以后，他又去别个地方，过去讲道的时，他看像咱这样，今日有连牧师过来哈，伊咧可知影看咱的周报啊，有安唱啥物，还是讲啥，伊嘛是安尼看，他看到伊的为什么他的诗已经被人家谱成曲，而且在吟唱了。那当然，这就是他当时他拿给他太太的时候，他也就不把它当一回事了。安太太的偷偷的拿给编辑社，有人看到了这他的歌词，就把它谱曲来唱这一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所以咱看第三章，我担伸手牵主耶稣，我行天路。主熬招呼，世间祸福拢无定着。主存圣手，扛我保护，所以咱的救主时刻咧甲咱保护。好，咱搁来吟一首18首。我心而乐上帝，咱这样子而乐，主耶稣，然后咱来准备，三个来敬拜。我心而乐上帝，主人因我的悲，你对万物撒高影响，而乐以多尊名，就我残恨追逐，强穷大海观索，天边一朵万年眼光，真爱公义交争，交争，念做交争。我有看过咱别首的圣诗，也是写齐全，可是我看白话字变成是接转啊，我唔知影到底什么时阵爱唱交争，什么时阵爱唱接转，因为我记得最近有一次就看到这2个字，结果白话字写接转，好，不要紧，咱即马只白话字是写交争，所以咱就唱交争。搁第一摆，搁一摆来唱第一首，咱就准备来敬拜。我心而乐上帝，主人因我的悲，你对万物撒高影响，而乐以多尊名，就我残恨追逐，强穷大海观索，天边一朵万年眼光，真爱
礼拜开始，请大家将手机啊来关起来，还是关静音。你嘛着做活石，互上帝用来去做属灵的殿，搁做献祭的祭司，通过耶稣基督献上帝所欢喜属灵的祭物。请咱做伙吟诗来阿罗上帝，献诗第18首，献诗第18首，我心阿罗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你的
请游玩徛着，当心用梳头现金来告白咱的信用。梳头现金有因伫现实的上头见面。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倒忍耐受苦，定是过死埋葬轮毂，第三日伫死人中过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当心来客印，客印文第61篇，客印文第61篇，也就是以后所书第2章。我来客，请兄弟来印，咱用交读的方式来客印。恁遮的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现在靠基督耶稣，通过伊的死，已经甲上帝亲近。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有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成做一个。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家因隔开的墙，消除因中间的敌对。伊废除犹太律法的界面甲规例，互两边通过伊通创造一个新的人来促进和平。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互两边成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安尼，基督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包括恁遮的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甲亲近上帝的犹太人。通过基督，咱两边的人拢会当对共一位圣神来亲近父。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毋是出外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的家族，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点。用基督耶稣本身做上重要的基础，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渐渐扩大，成做神的殿，归属主。请让担心来祈祷。疼爱且怜悯世人的主上帝，我们感谢你，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继续保守带领我们跨越惶惑不安的心。我们也赞美你，让全球的疫情逐渐和缓。主啊，我们赞美你这礼拜新年，在你的保守中，带领我们脱离凶恶，得着平安，赐给我们一切丰盛有余。主啊，我们赞美你，让我们在不平安的生活中，在信心不足的情况下，仍然赐给我们盼望，使我们得着安慰。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为着我们的罪过来向你悔改认罪，因为我们没有管理好你托付给我们的环境与生态，又发动战争，滥用地球资源，为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并离开我们所犯的罪，使我们愿意去寻求并过一个合你心意的生活。主啊，你说过，
凡2、3个人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你必在我们中间。如今，照着你所应许的，求你临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领受你借着牧师所要对我们分享的话语，使说的与听的同得你话语的能力与祝福。我们如此祷告，是奉得胜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请咱甘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哈该书第2章第3节到第9节。恁即个有活着的人，啥物人捌看到即个殿古早的荣光？即马恁看到的是啥物款？伫恁的目睭前，却毋是啥物拢无。上主讲。所罗巴伯就坚强，约沙达的囝大祭司亚述亚就坚强。上主讲，所有住伫即块地的人民就坚强。上主万军的统帅阁讲，就做工，我甲恁同在。这是根据恁出埃及的时，我互恁的应允，我继续带恁同在，毋免惊。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阁无偌久，我要阁一遍，互天地海甲家地拢摇带。上主万军的统帅讲，我要互万国摇带，互万国的财宝运来遮，互即个殿充满荣光。上主万军的统帅讲，银是我的，金嘛是我的。上主万军的统帅阁讲，升起的殿的荣光会超过早前的殿的荣光。伫即个所在，我要享处和平繁荣。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此时，周四小组要带咱来欧罗上帝，因所要引的诗歌是：有人在为你祷告。
愿一切水的歌声，成做香香的祭，达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今日要为咱见到的是连永明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建造学生行义的教会。把时间交给牧师。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日会使得到林牧师甲教会小会接纳，互我来到南阳教会南阳教会来遮请安。南阳教会对我来讲无讲伤生分，嘛有一点仔关系，因为黄主姊妹是我的姑婆。毋那安尼，我的姊夫大家应该嘛真熟，就是无遗憾、吴思涵，是我的姊夫。所以阮顶礼拜才去高雄住4天，本来是希望伊今日会使转来到遮替我来讲道，嘛互大家来看一下。除了是阮姐姐结婚迄天，有来到咱中间，后来嘛有几啊摆的机会会使来到遮，总是嘛有一阵仔无来啊，所以感谢主，互我今日会使借着即个机会。搁一摆转来南门教会，会使搁较深的认识即间教会，因为咱拢是属伫同一位耶稣的肢体，应该爱彼此熟悉、彼此鼓励，努力去做教会，做伙为着上帝国来服侍。愿咱今日会使伫上帝话语中间，伫圣性的引带下面，咱做伙来领受上帝心意。也做伙来敬拜阿罗。要互一个人有好的信仰、会养持甲成长，我相信这个人所选择的教会是上重要的关键。因为教会毋那只是帮助一个人去明白圣经、明白神学、操练伊的服侍，搁较重要的是人会使伫教会中间去体会到耶稣的疼。我嘛知影，真侪教会当咧筹备建堂的时阵，咧起一个新堂的时阵，教会内底兄弟姊妹拢会真期待。总是伫教会界内底嘛有安尼传闻，就是讲当一间教会决定要起的时阵，会有一寡兄弟姊妹落跑啊，因为要起圣殿、要起教堂，非常的无简单，特别是中职甲牧者。爱承担真侪责任，甚至是判几啊千万的财物。总是我相信，去做教会，还是讲建堂，拢是一件真水的代志，因为是要献互上帝来使用的。我过去所服侍的教会也是真水，空间也是非常的高雅。每一间教会拢是上帝美好的恩典。咱嘛清知影，教会毋那只是指即个建筑物尔，教会代表的是一群互上帝所呼召出来、群体耶稣的人。安尼，所以咱就知影，咱要去做的毋那只是教会的外在，教会内底的性命才是搁较重要的。咱嘛知影，除了伫天国以外，伫即个世上袂有完美的教会。因为咱人拢无完全，所以去做教会是永远的使命。这也是咱今日要做伙来思想的，怎样来去做一间合上帝心意的教会。伫今日的经济的历史背景中间，咱看见以色列人也要来重建因的圣殿。咱知影以色列人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王所起的。伫主前586年，因为巴比伦进攻犹大，也将耶路撒冷的即个圣殿来毁坏。所以今日咱所看到的即个经节，就是上帝通过先知哈该来甲以色列人讲啥物？讲上帝要通过即个圣殿的重建，毋那只是要搁一摆兴起以色列国，互以色列人会使来归回，搁较是要恢复因的信仰。伫即个世上恢复上帝的荣耀，因为咱知影伫当时以色列人，还是讲即个国家、即个民族，
因代表的就是上帝选民。伫所罗门王咧执政的时阵，以色列国是真强的，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全世界拢知影即个国家是非常的厉害，因为因是敬拜上帝。伫历代志下卷第7章内底有讲到，当所罗门王去了即个圣殿了后，上帝甲所罗门王有安尼讲。上帝讲：即马我已经选择即个圣殿分别做圣，即使你遵行我一切所吩咐恁的，我就要坚固你的国位。总是若是恁离开我，去侍奉别个神明，我要将恁赶出，连即个圣殿我嘛无爱啊。未个人要来讲，是因为因离开耶和华，所以受到惩罚。所以兄弟姊妹，对即个经济，咱就知影，看见一项代志，就是上帝介意咱专心敬拜伊，赢过有较水的教会。那安尼，为虾米咱就爱建堂？建堂主要原因毋是讲教堂伤过老旧啊，还是讲空间伤细啊，也毋是无停车的所在，因为这拢无应该是一间教会受起造的主要原因。咱即个教会伫即个社区设立教会，是为着伫即个社区宣扬福音。所以要建立一间教会，还是讲要起一间教会，拢是为着即个世界来彰显上帝的荣耀，然后来传扬福音。所以咱就看见一间合上帝心意的教会，其实即个关键就在伫爱彰显上帝的荣耀。爱彰显上帝的荣耀，就亲像过去上帝通过以色列这个国家来万国万邦来彰显伊是有大有权能的上帝。就亲像一位学生，伊的成就也反映出教导伊这个老师的厉害。我家己本身自细汉的时阵就有安尼经历，我咧读国中的时阵。阮迄个学校是第1届，我是第1届学生，新的，所以我去读书的时阵，无操场，无大门，有半的一半以上的即个学校都长咧起，阮就安尼开始咧读册。我的导师非常严格，伊啥物拢要求阮班都爱摕第1名。迄个时阵。学校阁有即个每礼拜秩序甲整洁的即个比赛，差不多每一个礼拜拢是阮班摕第1名，课业阁较毋免讲，全校前3名，有2名是阮班的。阮老师对伫第1名的坚持是非常的即个，咱讲疯狂啦，伊连运动的比赛拢想要摕第1名。所以伊会使为着要来一个运动会的比赛，互阮班规个礼拜的透早拢咧操场，伫咧练习。总是因为安尼，即个老师的坚持甲严格，伫咧毕业迄当考试了后，阮班有一半以上的人拢考调公立的高中，因为阮班的老师伊真厉害。所以咱就知影，一间教会复兴，也是搁较正确讲，一个基督徒的性命反映出来的是住伫这性命内底的迄位耶稣。所以咱今日是毋是嘛会使亲像摩西共款，对上帝有一个渴望，是讲上帝啊，你通过我的性命显出你的荣耀，互我看。一间合上帝心的教会，怎样来彰显上帝荣耀呢？第一个就是爱彰显上帝荣耀的名。出埃及记3章15节安尼讲，上帝对摩西讲：“你爱对以色列人安尼讲，耶和华恁祖先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派我到恁遮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咱拢知影上帝的名是大有能力的，总是为虾米伫即个所在，上帝要一摆搁一摆来提起，伊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甲雅各的上帝呢？是因为要互以色列人知影，
上帝伫早前怎样来帮助你的祖先，他也要怎样来帮助因。上帝会使带领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加做万国的爸，也会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安尼的应允会使来成就，拢是因为耶和华的名。亲像民数记6章27节嘛，安尼讲，因要安尼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嘛要祝福予因。就亲像咱每一个基督徒，咱每一个人祈祷上尾一句，咱会讲奉主耶稣的名，因为咱知影祈祷奉牧师的名是无效的。因为改变生命的能力，毋是在伫人，是在伫上帝。所以每一间教会存在，就是要彰显上帝荣耀的名，互你身躯边的人拢知影，哦，原来信耶稣是遐尔好。第二，教会就爱彰显上帝荣耀的工课。以赛亚书60章21节有安尼讲：恁的百姓拢真做义人，永远得到地作业。是我所种的树栽，是我的手所做，互我得到荣光。兄弟姐妹，上帝对伊的工课中间，会使得到荣耀。咱对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来看，就会使明白，上帝是何等的奇妙啊！我相信，伫咱每一个兄弟姐妹生命中间，一定有真侪的见证，毋是吗？这个见证拢会使显示出上帝荣耀的工课。有的人是破病得到医治，有人是经济得到祝福，搁较侪基督徒是因为因感受到上帝对因来的祝福，是伫每一天内底拢经历到平安。阿妹吗？伫9月时阵，我去年9月，我带我的大汉囝。伊坐伫后面，大汉囝去新店马街病院来看医生，有一寡原因，伊需要抽血。伫咧抽血时阵，伊就真惊吓，一直哭。阮就是压咧抽嘛，抽了后，阮就准备要转去厝。伫咧等电梯要去牵车的时阵，突然我听到阮太太伫我后壁。大声叫一声阮囝的名，我转去看，我的囝已经趴伫咧涂骹，我马上甲伊抱起来。拄啊好有一位护理师伫阮的身躯边，因就带我马上送去即个急诊。后来是因为阮大汉囝伊的晕针啊，可能是伤紧张晕针，所以昏倒去。昏倒去，弄甲规喙拢是血，结果搁填了3针。虽然安尼，我甲阮太太拢感谢上帝，因为伊的身躯犹原平安。我所要讲的是，平安就是上帝的工课啊！咱的生活内底拢充满上帝荣耀的工课。咱拄过新年、新春。所以我相信大部分兄弟姐妹，咱伫新春要献上感恩的时阵，第一句话拢是感谢主，互我旧年咱讲一年啊，拢有上帝的保守啊。真侪人就是彰显上帝的工课，迄是属伫教会事工内底。教会就爱开啥物儿童营，教会就爱办报道会。教会就爱办幸福小组，总是兄弟姊妹，你就是教会啊！上帝上界荣耀的工课，就是呼召你加做门徒。这是以弗所书咱会看到的第2章第10节，安尼讲，咱原本就是伊的工课，伫基督耶稣内底做成的，为着要叫咱来行好，就是上帝所备办叫咱行的。所以兄弟姐妹，你莫袂记哩，你是上应该爱彰显上帝荣耀的工课。所以你毋通将建造教会的代志，还是讲起造教会的代志，传福音的代志、服侍的代志，一直撒互教会牧者，还是中一领。
咱每一个人拢应该参与伫中间，咱拢会使彰显上帝荣耀的工课。我毋知影是毋是咱在座每一个人拢有服侍，总是伫我家己的教会，我鼓励大部分的兄弟姊妹拢应该爱有服侍。我进前咧伫伊玛伦的教会进前拄毕业的时阵，我是咧台北中会大稻埕教会内底来做青年的牧师。伫遐我就看到教会内底也有70几岁的遮的长辈，因会使徛，因就徛咧门骹口咧做即个招待，发即个酒报。对因来讲，伊可能袂使甲青少年共款爬悬、爬低伫遐报伫，总是因会使徛伫遐，诚做真好的接待甲服侍。第三，教会就爱彰显上帝荣耀的使命。我的 PPT 谢谢。以弗所书3章21节安尼讲：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衰。阿们。教会存在目的，毋是互人伫教会内底来享乐。我再讲一摆，教会存在目的，毋是互人会使伫教会内底来享乐，毋是会使互人伫教会内底来满足家己的欲望。教会是一个训练门徒性命的所在。我时常甲我家己的会友讲，若是你是为着上天堂来做一个基督徒，那安尼你上洗礼了后，你就会使免来啊。因为信耶稣是一定会得到永生。总是信耶稣的本质是，互你甲上帝重新联合做伙。你就会使知影上帝所创造你的意义，你就会当知影你这一生你的使命是甚物。教会也是安尼，传福音是大使命，咱拢真清楚。总是教会是毋是有将安尼的使命来彰显出来呢？我想伫咱教会南洋教会内底，一定有真侪人咧做安尼的代志。无哪有可能伫即个所在？南洋教会已经徛起62年的时间，因为这拢是有人领受安尼使命，彰显使命的另外一种的方式，就是愿意去支持一间传福音的教会机构，还是事工。每一间教会拢有伊的特色，伊真专心的所在。有一寡教会专心伫咧圣经的知识顶头。每一个会友对圣经的理解拢非常的厉害。有一寡教会咱看见，因是专心咧门徒训练顶头，所以伫教会内底，无论是义上的推动，还是事工的进行，拢非常的合一，有效果。有一寡教会伫咧新媒体，还是讲儿童、青年、少年做了真好。每一间教会拢有无共款专心的所在，总是咱知影一间教会的优点就在伫伊的文化。那安尼，即个文化就会诚做吸引人、传福音以及影响人的价值。大家拢知影，我今仔日其实是为着伊玛伦的教会来募款的。真侪教会咧募款的时阵，大概会用的方式就是开始介绍教会的需要，毋是吗？介绍教会内底的事工，甚至会介绍家己教会出产的即个产品。所以今仔日我嘛伫遮会来甲大家会说即个抱歉啦，因为阮教会啥物拢无欠，无欠音响，无欠福音车，也无欠真缘投的牧师，啥物拢无欠，阮教会只有欠笑尔。阮教会买一个新堂，有买将近1500万的贷款，所以也真歹势讲，阮教会目前嘛无啥物特别的事工。
阮无种酸野是水味道，今仔日会使起来咱中间来卖。总是我今仔日要通过介绍阮家己教会中心的信用价值观，来互恁明白阮教会即个中心价值伫阮每一届主日的中间，拢会请兄弟姊妹来念，因为这是阮所有事工发展的中心。所以，如果你介意阮教会所做的代志，你嘛相信安尼中心价值观所起造起来文化是会合上帝的心意，欢迎恁为阮来奉献。应该伫周报内底拢有摕到即个奉献袋啊。所以伫介绍之前，我嘛应该爱互大家来看一寡阮教会的相片。阮教会是咧买伫咧桃园市，伫咧即个武林高中附近，离即个火车头差不多有5分钟的即个车程。买伫一个社区的2楼，啊，即个2楼，阮教会有家己独立的出口，所以袂影响到即个大楼内底的即个住户。这是阮教会装潢进前甲装潢了的礼拜堂。规个教会差不多只有90平左右，内底有一个副堂甲一个礼拜堂，啊，搁有一个亲子室，差不多阮教会都遐尔大尔，3个空间，啊，搁有2间的办公室。阮教会是伫2020年来献堂，教会母会是南坎教会，蔡医生牧师诚做我的主任牧师，所以这是2020年的时阵献堂的礼拜。接落来介绍阮教会的即个信用价值是安尼讲的：我是天父的囝，耶稣的门徒，圣神的同工。我要领受稳定祝福，享受平安喜乐。我要为生起造荣耀丰盛出众听的教会。我要传扬救赎、稳定、亡的福音。我宣告以马内利上帝甲我伫咧。即个价值咱看见会使分做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起造身份的价值。基督信仰首先毋是为着领受祝福来存在的，乃是会使借着耶稣基督洗清咱的罪，然后转到天父的厅内底。然后咱就明白，原来咱是上帝的囝儿，是耶稣的门徒，也是圣神的同工。上时伫甲三位一体上帝联合的时阵，咱就恢复咱应该爱有的身份。这个身份自然就会带互咱生命内底有稳定甲祝福。而且咱拢知影，伫信仰内底上大的祝福就是咱有平安甲喜乐。伫任何的环境中间，咱拢有平安。就算即马当咧疫情的中间，咱心内底也有平安，这就会使献上感谢。第二个部分讲到，伫阮教会想要起造的教会文化，是充满荣耀、丰盛、出众甲听的，因为阮认为这就是上帝的特质。教会任务就是彰显上帝的特质。要起造出众的教会，其实上主要的就是咱每一个人就爱看重这个服侍。最后，教会的目的是为着传福音来存在。我认为福音的中心价值就是救赎、稳定甲亡。这个福音是对上帝来的稳定。互咱每一个人得到救赎，并且想使互人有永远性命的亡。所以，如果你若是以后有机会来到阮教会来看看，你就会发现，阮教会是一间较无规矩的教会，较毋是传统的长老教会迄个观念。因为以马内利教会其实已经存在有10几年的时间，正并毋是即个长老教会系统的。伊的成立一开始是对一个韩国的宣教师开始的，是韩国基督院的即个系统。所以比起
长老教会，阮教会内底文化就是较毋捌代志。我即个牧师连公文都袂晓写，我拢叫阮老爸写，阮老爸就是我真好的父母安尼，所以我一寡规矩拢毋知影要安怎做。感谢主，伫阮教会内底中进，拢真接纳我即个牧师，因为因的心，因的即个观念也真开放。阮教会咧开中职会时阵，阮是咧生破冰，一开始一定爱生破冰，中间一定爱有饼，早餐，佮有咖啡，阮做伙敬拜、分享小组的见证。伫安尼的会议中间，阮的沟通，也是讲阮咧开会的过程中间，阮是彼此合意。彼此真有疼心，嘛充满真侪这个笑容，甲笑声安尼。我家己是毋茫阮教会伫无破坏真理的原则下面，会使做任何形式的展现，信用会使做一个任何形式的展现。比如讲，往年传统。大部分的教会守圣餐拢用葡萄汁，阮伫旧年甲顶礼拜新春礼拜，阮圣礼典，阮是用葡萄酒，第一个咧变的时阵咧换的时阵，我家己有一寡仔担心啦，拢担心讲，兄弟姊妹反应敢会伤大。讲咱葡萄汁会使换做葡萄酒安尼，安尼等者要安怎开车转去安尼，但是我安尼换了后回应非常好，特别是阮中正拢讲伤细杯啊，敢会使大杯一个我家己嘛真介意伫礼拜中间伫一寡特别的礼拜。比如新春嘛好，也是讲母亲节、父亲节，也是讲这个圣诞节，用礼物来诚做即个送礼物互会友，互会友会使对即个礼拜的感受搁较深。当伊摕到即个礼物的时阵，因就会想起我迄天的讲道。比如讲伫应该讲前年啦，2021年阮的受难礼拜，阮是送即个。一个钉痕的手，有一个钉顶的迄个手，有老火。因为伫礼拜中间主题是向定死了耶稣，答案就是咱每一个人甲耶稣送去哩十字架。旧年的受难礼拜，阮教会就无做礼拜，甲伊做一个一个展览，中间有即个体验，苦路14站。伫其中的一站有一个互动式的即个体验，就亲像圣经内底所讲的，迄个士兵在沾染这个耶稣的即个衫，所以因将耶稣的即个有血的衫来拆开，最后做即个礼物。阮教会内底文化是鼓励人去做无共款的试验，而且阮教会内底。无论是中职还是兄弟姊妹，拢真热心合意的追求传福音。所以伫旧年，阮开始嘛有一个幸福小组，总共有4组，毋若接像真济的即个 best， 伫中间嘛真济同工，因的性命得到改变，因的服侍嘛得到操练。阮教会无啥物通夸口的，唯一会使夸口的就是。兄弟姊妹彼此中间真有疼心，就亲像一家人共款，做啥物代志拢做伙来，特别是中职拢诚做即个典范。旧年啦，应该讲旧年感谢主，有10几位的新的朋友加入咱的伫阮的教会。阮教会嘛无讲介大，正聚会时阵差不多是50人左右，最近即2-3个月拢70人，所以嘛真感谢主，
特别阮教会伫今年的5月嘛有计划要来升格，来做同会，因为3年嘛成长到一个坎站，所以即个母会就鼓励阮教会会使脱离即个囝会、姊会，会使家己变做一个同会。所以毋望阮教会伫未来也会使甲南洋教会共款经历即个复兴，伫一个社区，伫一个所在会使徛起真侪档，诚做真侪人的祝福。愿咱两间教会拢起做诚做合上帝心意的教会。咱做伙头来祈祷。至神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了你。虽望今日的天气真寒，总是你予阮每一个人心内底有一个火热的心，是会使甲你做伙来起造即间教会。主，阮感谢你，予阮每一个人对明捌你以后，阮就进入一间教会。伫教会内底，阮受到牧者伫灵命顶头的养持，阮也通过服侍会使来操练阮的服侍的技巧。搁较重要是，阮伫教会中间，阮去彰显出耶稣你的疼，彼此彼此相疼，彼此扶持，彼此鼓励。主，阮将南洋教会搁一摆仰望伫你的手中。主，你伫过去62年的时间，怎样来带领因？主啊，阮要讲伫未来的荣耀，要大过正前的荣耀。我相信，无论是南洋教会还是伊玛瑞的教会，伫今年开始，阮要开始经历迄个复兴。要开始做搁较侪传福音的代志，要看见伫教会内底兄弟姊妹生命有突破、有改变、有搁较火热的心，有开始较无上帝真理、较无火热的祈祷、敬拜甲学乐。主，阮搁一摆将今日阮对你的话语所得到的感动，拢放伫咧心上，献上感谢。愿你伫新的一年的每一天，你拢诚做阮的主，嘛帮助阮会使搁较卫生，投入伫教会起造，嘛毋望阮的起造是会得到你的欢喜，是会合你的心意的。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献诗第575首，献诗第575首。耶稣叫我来行天的路，请咱起来来吟全首。我向真理的进步，每个
侪。这是咱当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奉献。然后第一摆来唔知影奉献意义的人，他唔免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主爱天父，愿感谢你，陪伴阮度过平安快乐的甲亲人团聚的农历假期。伫新的一年，你讲要赐下智慧甲祝福，伫阮预备家己的时，愿会当面对新的一年的挑战甲逐项的试探。感谢天父，愿将这个感恩奉上，教会使用，求主感纳。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经句，伫哈该书第2章第9节。上主万军的统帅，国讲。新起的殿的阳光会超过早前的殿的阳光。伫这个所在，我要享受和平繁荣。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咱过来读一届。上主万军的统帅阁讲，新起的殿的阳光会超过早前的殿的阳光。伫这个所在，我要享受。和平繁荣，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哈该书第2章9节。只是来报告，请咱来看周报。伫报告进前，敢有第一届来咱教会新的朋友？哦，连牧师。连牧师也，牧师娘孩子。好，这是咱来看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本主日欢迎新地中会姨妈来伫教会连永明牧师为
该会建堂来本会监督请安达募款。第二点，本主日第2顿礼拜了后召开长执会，请长执预备心参加。第三点，李瑞雄长老为6仪钟信兴教授于8日安息主怀。2月4日上午10点，在本会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礼拜后，随即赴头城第1公墓钟家墓园举行安葬礼拜，愿主的灵亲自安慰遗族。第4点，2月5号下主日礼拜后进行影音同工培训，请影音小组同工及有信心参与影音服事的兄姐预备心参加。第5点，2月12日为本会本年度第1次圣礼典合堂礼拜，请有意洗礼进教的兄姐向教育部曾碧光长老预约上洗礼前的必修课。4日本周六晚上7点举行问道会，请成人洗礼、兼信礼、信仰告白者与小会员预备心参加。第6点，本会招聘干事，相关内容、工作内容及薪资福利等细节，请看公布栏，请兄姐协助传递讯息，给寻找工作之适当亲友知悉。细节请参看周报。这是咱来看具体消息，请咱家己来过目。那典州的驻会概况、搭过界报告，请咱家己过目。那有错误的所在，请唔知无通讲反映。我书讲有啥物要补充的？好，咱即时同心来祈祷。仁慈的天父上帝，你是如此的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你叫我们福音总归是一句话：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因此，求你使我们的心柔软，对患了疾病的人，对新住民，对许多与我们自己不相似的人，都能够接纳。台湾因为经济与中国的因素，整个社会越来越浮躁，有许多的争执，许多的互相攻击，许多的指责。求主帮助，让我们实践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使我们能在紧绷的社会情绪中，没有忘记你对我们的提醒，也为我们教会的团契以及许多长辈的肢体祈求。求主赐给我们信心与平安，也为我们教会的建堂意向祷告。求主在我们中间掌权作王，使我们能有同心合一的心，也祝福我们的经济。求主垂怜，也祝福我们当中曾确诊过的弟兄姐妹，使他们没有后遗症和副作用。也为以马内利教会建堂事工一切推动顺利。主啊，求你使我们以真实的信心专心倚靠你，使我们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奉耶稣基督我们同一位救主的名祷告，阿们。请咱做伙来吟祝福诗，献诗第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以及说，请林牧师来教导，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奉主的名，祝福你的人生，亲像阿伯拉罕蒙上帝呼召，佮诚做祝福。奉主的名，祝福你的婚姻，亲像以撒同款，因为顺服来美满佮敬虔。
奉主的名祝福你的事业，亲像雅各同款，逐位蒙福，时常谢恩。奉主的名祝福你的工作，亲像约瑟同款，有上帝同在，一尽顺利。奉主的名祝福你的家庭，亲像那同款，全家蒙恩敬畏上帝。奉主的名祝福你的生活，亲像以诺同款，甲主同行，无空虚。奉主的名祝福你的事业，亲像大笔同款，合上帝心意，无退后。愿耶和华愿上帝对锡安祝福予你，愿你一生看到耶路撒冷的繁荣。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